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的新市区农会，为着要来推广着毛豆的产业，特别收集着10多年来农民甲农会员工种毛豆甲行销的故事，推出着自创的品牌，让消费者伫中秋选买礼盒加一个选择。 台南新市区农会为了要推广毛豆产业，今年伫新品发表会特别推出自创品牌毛客豆子，将10几年来农民甲农会员工奉献青春岁月，以毛豆栽种甲行销推广的奋斗故事，结合品牌，让大家更加了解新奇的毛豆。 那包含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乡土上面这块土地，它的历史渊源。 除了新推出自创品牌毛客豆子以外，还有新推出青春豆的礼盒仔以及毛豆系列的产品，希望讲伫中秋前提供消费者加一个选择。新的技术是用大概在我们煮饭的温度，大概在100度左右的方式，去把它做一个植萃的方式，让它变成是一个干燥而且是有脆度的这样子的豆子，不但可以保存它的营养，还可以提升它的口感。 今年新市毛豆受到疫情影响，销售量嘛有惨。农会希望讲以多元的商品来开创新市毛豆的产业甲市场。